中喺嗰度，可能喺個大位咯。南華球場黃霸，南華球壇名家，全靠經驗，緊湊合作早已做到威震全天下。球迷愛護佢好聲價，南華腳法精神有鬼馬。皆因球技卓絕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人如龍馬，南華球員唔差。紅壯星夢，總會達到升價10倍，歐美全街話，球王贊助最好升價，南華腳法如神有鬼馬，皆因球技卓絕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係啦，慢慢睇呢啲，慢慢睇，望波，有波俾唔多望啦，波。對象望住你個人，你睇呢個人得㗎，你唔睇你嗰啲位啊，交俾佢哋做。NTV 唔好走開嘛，你預備。球場黃霸。我哋大家都識嘅，大家玩過啦 ，OK， 小心啲 ，OK 嗱，第一節 ，OK， 中間後邊嗰4個就係Wilson， 德基 Wilson， 兩個，打下自己功夫，做下功夫，我哋做下功夫好重要嘅，我哋控唔到個波，攞唔到個波，唔定個波，你就算啲 pass 成波都死嘅 ，OK， 如果係有碰撞有剩咧，可能大家都小心啲啦。碰撞咧可以避呢樣嘢，自己知道5波就我建議啊，我建議啫，你去佢唔關我事，5波俾佢 ，OK， 我唔想見到有人受傷。肯喐未先俾，有諗到點解去俾個波？呢樣嘢最重要一樣嘢 ，OK， 所以咧去享受下呢啲今日真係欣賞。第一節可能啱啱開始大家都亂。但係唔緊要，第2、第3節 well done 真係睇得好清晰，肯去攞，肯去加，肯去夾，肯去諗點樣俾個波 ，OK， 真係㗎 ，OK，well done 啊，繼續。我仲見到有5個喺前面嘅，係咪個半場喺好前嘅5個？咁我哋係咪要咁樣踢波法咧？分開5個後邊5個前面咁踢啊？我哋應該有翻啲人係。幫翻落嚟中場少少，當我有後衞攞到個波，真係想交翻上嚟嘅時候，哇！你仲係一個半場，我點俾啊？係咪應該有啲人要走翻落嚟咧？嗱，要有個意識就係話，我塞咗波喺前邊唔緊要，趁翻落嚟中場頂住先咯，唔好企喺前邊口。嗰個波嘅使乜要衝佢人啊？你要應該喺埋去佢，幫佢 ，OK， 加入佢攞到個波好簡單 ，OK， 前面嗰2個攞到個波之後咧，一擰轉身，哇！屌，人都冇過嘅，咁我去嚟做乜嘢先？你2個打晒，冇用噶嘛 ，hold 定個波。其實我要成日都話你前面嗰2個咧，雖然係去攻波，但係你要 hold 定個波，睇翻邊有波雲。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人如龍馬，南華球員唔差，雄壯聲夢，總會達到升價10倍，歐美全街話，球王讚頌最好聲價，南華
腳法如神又鬼馬，皆因求技卓住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求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球場王霸，南華球壇名家，全靠經驗，緊湊合作早已做到威震全天下。球迷愛護佢好聲價，南華腳法如神又鬼馬，皆因球技卓住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人如龍馬，南華球員唔差，雄壯聲望，總會達到升價10倍，歐美全皆話，球王讚頌最好聲價。南華腳法如神又鬼馬，皆因球技卓住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球場王霸，南華。